終於可以玩到戰神啦！2000隻遊戲全部包晒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周歲歲。睇片前記得訂閱我哋啊！華強北終於揾到一間鋪頭係有得賣 PS3啊，包遊戲喎。第一件事乜都唔好理，戰神啦，梗係玩唔玩到？哇，非常之流暢，完全唔會窒，唔需要乜嘢嘅機能，直接 PS3。除咗戰神之外，最關心嘅係有啲乜嘢遊戲啊，有乜嘢包先得㗎？買部 PS3翻嚟，淨係玩一隻戰神，搞唔掂喎。好啦，我就問老闆啦，PS3啊，喂，包埋2000隻遊戲任你換喎，吓咁抵？咁原本係咩裝置先？PS3咧就加1TB 嘅 hard disk 嘅，而呢一個1TB 嘅 hard disk 咧就包晒全部遊戲噶啦。玩厭咗，攞個 hard disk 去俾老闆換遊戲，咁就搞掂。哇，喂，咁幾正喎！即係我買咗部機玩厭晒呢度啲遊戲，攞去換就得。有幾多隻換啊？2000隻遊戲可以換。好多人都問點解唔用 PS3模擬器嚟玩 PS3啊？話俾大家聽，PS3模擬器仲係有好多 game 係玩唔到㗎，尤其是呢一隻嘅賽車 game。非常之咁好玩，唔知大家有冇玩過啊？呢一隻 game 玩到啊，睇埋個流暢度喎，我已經要買部 PS3啊！老實，我話呢一個價錢喎，1299包2個手掣，最緊要係乜嘢啊？唔使再煩話用乜嘢模擬器呀，使唔使更新啊？呢一啲完全唔使煩啊，抄隻 game 落去就玩得㗎，勁簡單啊！跟住落嚟就試戰神俾大家睇咯喎，係啊，好多遊戲啊，戰神呢啲一定有啦，一開係即刻玩到啊，唔需要擔心會彈 nap 啊呢樣嗰樣啊，完全唔需要，直接用 PS3跑。跟住落嚟咧就會同大家講啊，Pocket Fit 啊最新嘅價錢，一路睇住 PS3戰神嘅畫面，一路聽我講啦，老闆揾咗一部好平價錢嘅 Pocket Fit 16+1TB 啊，仲未用嗰個 TF 卡槽㗎，原生係16+1TB，你哋可以再加卡㗎嚇，已經包括1TB 嘅遊戲，有天馬有方丈啊，大家亦都係知道㗎啦，市面上係最平㗎嚇，其他鋪頭賣嘅一定要過4000蚊㗎，講緊呢一部仲要係最頂配喎，先到先得啊，非常之咁限量，即係話俾你知，一買咗呢一部3499 1TB 嘅 Pocket Fit 係可以即刻玩到啦，乜嘢遊戲都玩到晒喎，乜嘢3A 大作啊、曠野之息、王國之淚，全部冇問題，即刻玩到晒。好，繼續睇片。
中啊，某些地方做的，